民广场。各位听众，两件同新疆维吾尔族有关的事件最近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一件涉及关塔那摩关押的17名维族人的出路问题，究竟应该让他们留在境外，还是应该遣返中国？另一件是3名维族人在天安门附近自焚的事件。知名维族知识分子、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利哈姆·土赫提认为，从人道角度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形考虑，应该让17名维族人留在境外。此外，他批评新疆地方当局把疆独问题扩大化，加剧了维汉关系的紧张。他呼吁真正落实民族自治政策，让少数民族代表能够参加有关决策。然而，这位教授毫不犹豫地指出，维族的前途在中国。伊里哈姆·土赫提首先就疆独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新疆确确实实有有独立倾向的，也有一些组织。但呢，就这种搞独立的组织啊，可能就在境外。那么我不相信新疆境内啊，就是有公开的有搞疆独的，或者是东突独立的这些组织。因为你知道新疆内部的政策跟新疆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是有些区别的。对吧？那么新疆的政府它采取的手段，地方政府跟别的地方也不一样。你也看到这20几年我在北京。其实我们国家每天在进步，包括法治化，对这个人的权利啊。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比如说北京、沿海地区。但呢，我并不认为新疆在进步，有些方面呢它倒退了。那么因此呢，我觉得也加剧了可能一部分人的本来就存在，历史上也有一直有独立的这种东西倾向。历史上也发生过几起大规模的这种大的冲突啊，独立运动啊，也短暂的成立过分裂的政权。那么但是呢，我不认为新疆的独立运动，我也看一些西方的评论，他理解那么厉害。那就是说新疆人现在的这种不满情绪，其实和那个地方政府有相当的关系，就是他们和中央政府。我觉得不仅仅相当有关系，主要的原因，这个地方政府啊，新疆地方政府，我觉得有些东西扩大化，并且呢，我觉得他利用了这个民族矛盾呢，然后有一些激励少数人搞这个独立运动的这种东西。然后呢，就是转移自己工作中的窝囊的这种东西吧，包括腐败，包括不依法执法。那么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平民呢，就是很难理解的，也是不可接受的。我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就是您前面也提到过，在新疆一些地区发生过一些事变，包括一些这个很严重的一些事变。那么好像有一种说法，就说是把一些事件呢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新疆啊有暴力的这种倾向的组织啊，主要可能在国外也有，对吧？那么来自境外的一些组织，然后同时呢，也可能在新疆内部也有。但是呢，我觉得我一直在观察，一部分暴力的活动跟政治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呢，也是扩大化。对，就是比方说我们在中国内地也发生了一些刑事案件，对吧？社会的不满，然后走向暴力的一些事件，对吧？个人的还有一些群体的。新疆有些东西呢也是一个性质的，但是在新疆无论是什么性质呢，最后归类为凡是维族的，他说什么跟疆独有关系啊，跟境外有关系啊，分裂啊，极端分子啊，也就是三股势力这个归类到这个里面。这个实际上也加剧新疆民族之间的这种不信任和紧张的关系。同时呢，我觉得大局面的这种扩大，然后少数人的这种暴力的倾向或者是独立的运动，对吧？绑架整个一个民族。这个呢就跟那个东突的用自己的少数人的极端的行为绑架一个整个民族没有区别的。对不对？这是危险的，对我们国家也不利。那么你也看到我们国家这20几年的这种发展，法治化、民主化大的趋势，谁都阻挡不了。
国家的必须得改革，必须得依法执政。这个呢，从上面总理到胡锦涛总书记都说了，政府的报告也说了，对不对？那么作为地方政府呢，就是我觉得他没有改变过来，反而有些方面他自己走向极端。那么作为一个维族知识分子，您如何看待维族人的命运？维吾尔族的人的前途在哪里啊？这个简单的回答，维族人的前途啊就在中国，这是你的自己的祖国。你从无论是历史的，无论是你怎么想，你的前途在中国，这是一。那么你既然选择你的前途在中国，那么你得维护这个国家，首先得同意这个原则，是任何政权是不可让步的。所以呢，有些人指望将来中国民主化，然后我们可能争取独立，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然后同时呢，就认为通过暴力的或者依靠西方的力量争取独立也是不可取的。那么我这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好话啊，那无论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49年以后第一次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中国的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同时呢，这是多民族国家，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汉族人的国家。那么55年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吧？然后的这个原则下，新疆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而我们的宪法规定这是我们国家基本的制度之一。但是呢，就是民族区域自治这个制度落实的不好，也就是说，这个法律成为一个空指在新疆。我觉得将来维吾尔人的前途在维护国家的统一的这个前提下，就是实现自己的自治。而这个原则呢，大的原则在中国已经定了法律的形式，区域民族自治。但是问题呢，这个自治法它是不完善的，它得需要这个时代的要求，是不是得完善和落实，真正落实。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维族人的前途，也是我们国家的前途。好的，您认为维吾尔族人的这个问题和这个其他中国的少数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不一样？比如说西藏问题，他那个呢也有共同的之处，也有一些区别。就是我觉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的内部的情况，包括周边面临的国际环境，这是不一样的。就说白了，新疆对于中国的这种重要性，实际上地缘政治啊、资源呢，也跟西藏不一样。那么，但是呢，有些问题是一样的。比方说，绝大多数藏族同胞，我也去过西藏。我不是研究西藏的啊，这是我的看法。对，我觉得他也要反对分裂。对，为什么？这是他的利益所在，也是既然你在一个国家之内，实际上命运绑定在一起，分裂呢对你自己也不利。那么这一点上是维吾尔族和藏族是一样的，保护自己的文化，得有平等的权利，对不对？那么同时呢，西藏和新疆的维吾尔族作为一个跟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他自己有呢，就是需要通过某种自治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各项权利。那么同时呢，在新疆也好，西藏也好，可能新疆更严重一点。那么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保护的不太好。而且呢，这个自治法，包括我强调自治法啊，其他中国的教育法也好，国家语言通用文字法也好，劳动法也好，别的法律规定的有关少数民族权利，包括公民的权利啊，就是新疆落实的比西藏还差一点。包括干部政策，你看看西藏的干部的培养，对不对？包括教育方面，那么包括寺庙的保护，他的宗教信仰。那么我觉得有些是一样的，有些是不一样的。而西藏呢，可能更多的国际的因素可能多一点，我觉得。对，新疆问题用一句话，就是1/6国土的领土完整和稳定发展问题，这就是新疆问题。我跟我们国家反恐办的一个领导说的，我说我认为我们新疆最危险的是什么？我最危险的是有朝一日中国一旦和美国发生大规模的对抗，美国可能会武装30到50万维吾尔人，瞬间切断
继续动书的管道，把他吓了一跳。然后会结束完了以后，把我单独留下，我们俩一直谈到凌晨4点。他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因为你不是军人，你考虑问题老是站在这个反恐这个角度，这个东西只是表象。所以这就是我开始说那个，表象的后面是真相，真相的后面是真理。他老看这个反恐，把他吓了一跳。这个问题才是最严重的。而恰恰目前，维吾尔这我说只要是美国人给武器，这个地方一定就组织个几十万人，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地方的形势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这才是最大的威胁。现在为啥开放新疆、西藏了？你中华民族要富了，而且这两个地方又是你们未来100年要富的根本基础。现在怕的不是他们，是我们这是汉族同学。我告诉你，什么汉族同学爱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爱汉族不够。同志们啊，汉族的同学如果我们都不去新疆，谁守新疆？